各位朋友，我哋台上嘅介紹環節現在開始啦，請各位就座。各位貴賓、各位傳媒朋友，大家好！歡迎大家今日出席 Honor 600系列嘅手機發佈會。我係今日嘅司儀 Calvin 林偉豪，好開心又有機會嚟到 Honor 嘅活動當中同大家見面。擁有時尚外觀、輕薄機身，同時搭配 Honor 領先業界 AI 攝影技術嘅 Honor 數字系列，今日再為大家帶嚟驚豔之作 Honor 600系列。當中就包括有 Honor 600 Pro、Honor 600同埋 Honor 600 Lite。Honor 系列為新一代用戶提供無限嘅創意可能性。點解咁講呢？因為今次600系列嘅手機有全新嘅升級，為大家帶嚟 AI 圖片轉影片2.0嘅功能。今次呢個功能比上一代新增咗超過15款嘅範本主題，用戶只要揀返啱你自己嘅心水主題，然後輸入簡單嘅指令，就可以將一張靜態嘅圖片生成為一段連貫並且具有電影感3至5秒嘅短片，讓靈感不再受限。講到攝影，相信大家都注意到夜晚影相其實都係一個幾大嘅挑戰嚟㗎。因為光線不足啦，影出嚟雜訊都比較多，其實係好難影到靚相嘅。不過 Honor 600系列就完美解決咗大家平時喺夜間攝影所遇到嘅呢啲困難。為各位介紹翻全新升級嘅2億像素 AI 夜攝超清人像攝影鏡頭，將光線敏感度大大提升。即使大家身處喺低光環境之下，一樣可以捕捉到極致清晰、細緻同埋色彩豐富嘅夜間人像相片。講到呢度，我諗大家心裏面都出現一個問號，又可以做咁多 AI 片，又可以做夜攝，咁會唔會部機好快冇電㗎啦？呢一點大家就可以絕對放心啦，因為 Honor 亦都幫大家早諗一步。Honor 600系列配備升級長續航電池，電量足足有成7000 mAh。即使大家全日不斷愛嚟做啲 AI 片啊、睇片啊，或者愛嚟玩手機遊戲，其實都完全唔需要擔心。跟住落嚟嘅時間喺呢個部分，我哋會先邀請展宏實業有限公司副總經理羅烈凡先生嚟到台上面同大家分享幾句㗎。喺度我哋掌聲歡迎 Louis 上台。現在我哋請 Louis 為 Honor 600系列香港發佈會致歡迎詞。各傳媒朋友，咁就貴賓們好啦，咁我就僅代表我哋香港展宏同埋廠商 Honor 啦，再歡迎大家今日參與今日嘅 Honor 600系列嘅發佈會。OK， 咁大家都會知道啦 ，Honor 作為呢個全球 AI 終端生態嘅公司 ，OK， 咁大家如果早1、2日有睇嗰啲報道都係㗎啦，咁。手機、平板啲產品已經出咗啦，咁上嗰1、2日啦嘅新聞就係話機械人第2部嘅機械人已經出咗啦。第一部我哋喺MWC 發布嗰陣時，大家如果有啲傳媒朋友有到現場都已經感受過嗰部機械人啦，咁第二台機械人都會去出現，即係代表咩嘢？代表我哋 Honor 其實會帶一啲嘅新嘅科技同埋產品嘅，同埋俾到一個大家嘅好嘅體驗，就不止係呢個傳統嘅手機平板之外。咁雖然係咁樣啦，咁但係今日為大家帶嚟嘅一部全新嘅600系列 ，OK， 咁其實。上面最主要都係啦，個外形就唔多講啦。咁最主要頭先MC 都會提到啊，佢嘅 AI、佢嘅攝影、佢嘅電力
其實我哋嘅廠商都係一步一步 Honor 咁去一個產品嘅極限進行一個挑戰，為咗呢樣好嘅產品帶到俾我哋嘅消費者有更加好嘅體驗，呢樣係一樣啦。咁一個好嘅品牌嘅成功，其實都多得傳媒朋友嘅支持啦，即係一直呢幾年內啦，將我哋嘅產品啊都可以嗰個體驗啊嘅好處啊，產品嘅好處都帶到俾消費者啦。咁呢一度都係嘅，再多謝我哋嘅傳媒朋友對我哋產品嘅支持。OK 啊 ，OK， 咁就多謝大家再嚟光臨啦。咁就祝大家工作順利、身體健康嘅。咁就將個時間交翻俾 MC。Thank you， 唔該晒 Louis。剛才大家喺 Louis 嘅歡迎詞裏面聽到之後啦，相信對於 Honor 喺 AI 技術上面品牌發展方向咧都有多啲嘅認識同了解。跟住落嚟嘅呢個部分，我諗大家都會想快啲知道多啲有關於 Honor 600系列手機嘅細節。以下落嚟，我哋會同大家先一齊欣賞 Honor 600系列嘅宣傳影片，讓大家感受一下 Honor 呢一部手機嘅強大功能。咁喺呢個時候咧，我哋亦都喺為大家介紹啦。我哋今日係會邀請到展宏實業有限公司 GTM 經理陳旭環小姐 Annie 為大家去詳細介紹最新嘅 Honor 600系列手機同埋其他嘅 Honor 新產品㗎。喺呢度，我哋都先將時間交俾 Annie 啊。Thank you。Hello， 大家好，好耐冇見啦，事隔半年咧，終於又同大家見面啦，真係。咁咧，萬眾期待啦，今日Honor 全新嘅數字系列啦 ，Honor 600係終於要同大家見面嘅。咁除咗外觀之外，俾到大家驚喜之外啦，咁我哋嘅其他功能上面咧，會俾到大家啲咩驚喜咧？大家一齊嚟睇下啦。好，咁 Honor 600 Pro 咧係搭載2億像素嘅夜神主鏡頭啦，同埋5000萬像素嘅長焦鏡頭，同埋1200萬像素嘅呢一個超廣角鏡頭嘅，同埋5000萬像素嘅一個超清嘅自拍鏡頭啦。咁接下來，我想請現場嘅大家咧，幫我嚟揀一下，睇下邊一張係用專業攝影機影出嚟嘅相。好，再放大啲睇。咁放大咗之後就好明顯啦。其實右邊呢一張咧，我哋可以見到，無論係光影嘅處理上面，又或者係建築物嘅線條細節處理上面啦，好明顯係右手邊呢一張相係更加好嘅。咁但係右手邊呢一張相係用我哋 Honor 600 Pro 影出嚟嘅，咁但係左手邊咧係我哋友商嘅旗艦手機影出嚟嘅相啦。咁 Honor 600 Pro 係點樣做到咁樣好嘅效果呢？係因為 Honor 600 Pro 搭載1/1.4寸嘅超大感光軟件啦嘅同時，我哋係首次運用咗搭載咗旗艦級別嘅 AI 計算能力，其中就包括我哋喺夜暗夜環境之下更加清晰地捕捉到處理到啲噪點、光線上面嘅處理嘅我哋呢一個 AI 夜神引擎啦，同埋佢非常之好處理我哋人像膚質、畫質細節上面處理嘅我哋呢一個 AI 嘅人像引擎啦。咁同時，我哋 Honor 600 Pro 亦都搭載呢一個 CIPA 6.5級嘅長焦防抖防震。咁同時我哋嘅主鏡頭咧，亦都搭載6.0級嘅呢一個非常之高嘅防震技術。咁呢個亦都係呢個價位段手機入邊嘅 number one 嘅防震技術啦。咁我哋高配置嘅呢一個硬件，再加埋我哋呢一個旗艦級別嘅 AI 計算能力咧，令到我哋嘅600 Pro 無論係日頭又或者係夜晚黑暗嘅環境之下啦，隨時隨地都可以影到一張好似專業相機影出嚟嘅風景相，又或者係專業攝影師影出嚟嘅人像啦。好，咁喺舊年 Honor 400系列咧係第一次咧推出我哋呢一個圖轉影片嘅功能。咁我哋都知道好多用家啦係玩起身覺得好有趣、好好玩嘅。咁今年 Honor 600系列，我哋係將我哋嘅圖轉影片有個全面嘅升級，俾到大家更好玩嘅玩法啦。
咁 Honor 圖轉影片2.0係支持同時多張圖片嘅生成影像嘅同時啦，我哋係可以輸入我哋嘅諗法，同我哋嘅圖轉影片講我哋想要點樣嘅效果，輸入你嘅指令。譬如話，我用呢兩張 Honor 600 Pro 影嘅相啦，同我哋嘅圖轉影片講，將圖右手邊嘅兩個女仔喺左手邊嘅呢一個標誌建築物下面去打卡，並對住呢一個鏡頭去打招呼啦。咁我哋只需要撳一個掣，我哋嘅圖轉影片就可以將出呢一個非常之自然流暢，就好似用攝影機影出嚟嘅呢一個視頻啦。咁無論係浪漫嘅土耳其、巴黎，又或者係東京，世界上任何嘅一個地方咧，只要你諗得到，你想去，只要一段説話，撳一個掣，我哋嘅 Honor 圖轉影片2.0就可以輕鬆幫你實現啦。好，咁除咗我哋自己影嘅相之外咧，我哋唔同嘅圖片都可以生成唔同嘅影片嘅。咁譬如話就算係小朋友嘅一啲手繪畫，又或者係一個公仔，我哋只需要一段話就可以賦予佢哋非常之亮麗嘅生命力啦。係咪好有趣呢？好，咁我哋呢個圖轉影片咧，會俾到我哋用家非常之多嘅唔同嘅模板啦。咁大家只需要一段話同埋撳一個掣，我哋就可以有生成呢一個好似電影級別嘅呢一個特效嘅效果啦，又或者係我哋啱先見到非常之自然嘅一個影片嘅。我哋可以見到呢啲都係呢一排最非常之興嘅一啲 AI 嘅影片啦。咁我哋可以直接喺我哋嘅手機上面咧就可以生成㗎喇。好，近排喺好多 social media 上面咧係非常之興 po 我哋自己嘅 live photo 嘅。咁大家都知道啦 Honor 嘅 AI 消除嘅效果出嚟係最自然、最無P 圖痕跡嘅。咁我哋今次呢一個 AI 消除咧係可以運用喺我哋嘅 live photo 上面。咁無論你係任何多人嘅景點度打卡，又或者係喺街拍嘅時候啦，我哋亦都係會成為我哋 live photo 入邊唯一嘅主角。又或者我哋可以直接喺我哋嘅相簿入邊啦，P 出一張非常之特別嘅 live photo 啦。我哋係將我哋人像退地啦，將同我哋嘅 live photo 拼圖融合，去令到我哋嘅用家咧係非常之簡單操作咁樣去 P 一張非常之特別嘅 live photo。 Hey, it's me, brother. Long time no see. Do you still remember that you owe me 5,000 since last year? 好，咁600系列啦，我哋亦都係可以支持呢一個 AI 換面同埋 AI 變聲偵測嘅呢一個功能啦。咁 Honor 係最大程度咁希望去保護到我哋嘅 Honor 用家嘅用機嘅安全啦。咁 Honor 其實喺我哋嘅旗艦產品上面啦嘅 AI 生態係做得越嚟越強嘅，咁其中包括啦好多 Honor 自然嘅研發獨有嘅好多 AI 功能啦，我哋係希望咧逐步將呢啲方便實用嘅功能咧下放俾我哋更多嘅用家，可以用到呢啲功能去體驗到真正嘅實用智能同埋方便嘅。好啦，講完我哋嘅軟件方面有啲非常之大嘅升級之外啦，大家最關心嘅續航能力方面，我哋可以見到其實 Honor 嘅數字系列咧一直以嚟喺續航能力方面嘅表現都係非常之突出嘅。咁 Honor 600會有啲點樣嘅表現呢？7000毫安時嘅超級大電池俾咗大家，咁呢個亦都係呢個價位段入邊非常之遙遙領先嘅一個電池容量啦。咁7000毫安時，我哋可以做啲咩呢？我哋可以連續聽24個鐘嘅歌，又或者係23.9個鐘嘅短視頻，又或者
係啦，大家冇睇錯，Honor 600系列係支持最高27瓦嘅反向有線快充。咁我哋自己本身咧係支持80瓦嘅有線快充同埋50瓦嘅無線快充嘅。咁同時，Honor 600系列咧係支持 IP69K 最高等級嘅防水防塵同埋 SGS 5星嘅一個抗跌抗壓嘅認證嘅。咁喺屏幕質素方面，Honor 600系列係首次成功突破咗呢一個屏幕邊框嘅毫米界限啦。咁我哋嘅屏幕邊框係做到只有0.98mm嘅。咁呢個都令到我哋成部機嘅屏幕屏佔比啦，係可以做到去95.66% 嘅。咁呢一個行業領先嘅8000 nits 嘅峰值亮度啦，俾到大家，我哋亦都獲得咗呢一個 Netflix HDR 同埋 Amazon HDR 嘅認證。咁我哋嘅陽光模式啦，同埋我哋嘅呢一個濕受可觸控嘅屏幕啦，俾到我哋用家，無論係喺出面行山好曬嘅天氣之下行山，又或者係落雨嘅天氣撳手機啦，都可以睇得非常之清晰，撳得非常之精準啦。咁當然，我哋業界領先嘅 Honor 全方位嘅綠洲護眼屏啦，都係會俾到大家嘅。好，咁 Honor 600 Pro 咧係搭載咗呢一個旗艦級別嘅 Snapdragon A Elite 晶片啦。咁我哋嘅 AI 計算能力咧係提升咗45%嘅。咁 Honor 亦都首次係將旗艦機嘅製作技術啦，呢個冷雕工藝啦，運用到我哋嘅數字系列嘅手機上面，係令到我哋成部機嘅機身咧輕薄至0.5mm，咁但係個強度咧都係提升咗200%嘅。咁今日 Honor 600 Pro 帶俾大家3個顏色嘅，旭日橙、雪原白同埋幻夜黑色。咁喺呢度我都要特別同大家介紹下 Honor 600 Pro， 今次亦都同我哋香港另外一位朋友 Molly 特別聯手製造出呢一個特別版本嘅 Honor 600啦。咁 Molly 呢個咧亦都係我哋香港嘅一個創意設計師Kenny Wong 設計出嚟嘅一個非常之得意嘅 IP 啦。咁呢一個 Molly 嘅形象咧，亦都會係刻住喺我哋呢一部特別嘅 Honor 600 Pro 上面啦。咁同時間，我哋會有一系列 Molly 印住 Molly IP 形象嘅一啲小禮品啦，成個限量嘅禮盒會送埋俾我哋購買 Honor 600 Pro 同 Molly 限量款嘅用家嘅。好，咁以上就係我哋今日帶俾大家嘅呢一部有2億像素夜神人像鏡頭，同埋7000毫安時大電，支持27瓦有線反向充電，同埋80瓦有線快充，最高等級嘅防水防塵、抗跌抗壓，同埋我哋旗艦級別全方位嘅 AI 功能嘅 Honor 600 Pro。好，咁今日 Honor 600我哋都會帶俾大家加3隻顏色嘅，幻夜黑色、旭日橙色同埋雪原白色。好，咁 Honor 600咧係搭載2億像素嘅超清主鏡頭啦，同時亦都係搭載 CPA 6.6級嘅呢一個防震技術。咁呢個亦都係呢個價位段入邊 Top 1嘅呢一個防震技術啦。咁同埋5000萬像素嘅呢一個超清自拍鏡頭，同埋1200萬像素嘅超廣角同埋超微距鏡頭啦。Honor 600咧係搭載咗 Snapdragon 7 Gen 4嘅呢一個晶片啦，咁我哋呢個 MPU 嘅性能咧係提升到65%嘅。咁 Honor 600亦都搭載咗7000毫安時嘅超級大電池啦，同時支持80瓦嘅有線快充同埋27瓦嘅有線無反向快充，同埋最高等級嘅防水防塵抗跌，同埋我哋嘅旗艦級別嘅全方位嘅 AI 功能。好，咁另外仲有一位青春靚麗嘅朋友要介紹俾大家啦，我哋嘅全新嘅 Honor 600 Lite 係我哋會帶俾大家3個顏色嘅，絲絨黑、暖綠色同埋流沙金色。
咁 Honor 600 Lite 咧係搭載1.08億像素嘅呢一個超清主鏡頭啦，咁同時亦都可以支持用到我哋全新嘅呢一個 Honor 圖轉影片2.0嘅呢一個功能，同埋其他非常之實用嘅 AI 功能啦。咁同時搭載咗呢一個6520毫安時嘅長續航電池啦，同埋 SGS 5星嘅抗跌認證，同時亦都支持 IP66嘅呢一個防水防塵。好 ，last but not least 啦，我哋今日亦都會帶俾大家一個全新設計、全新配色嘅 Honor Choice Earbuds Clip 2 Pro。我哋呢一個係超清音質嘅耳機嘅同時啦，我哋嘅長續航能力係高達44個小時嘅，亦都係我而家耳仔戴住嘅呢一款非常之輕身嘅耳機啦。咁呢款耳機同時係可以支持到呢一個 AI 嘅實時翻譯功能。咁現場嘅朋友一陣可以去後面我哋嘅體驗區，我哋亦可以大家一齊去體驗下呢一款非常之靚嘅全新嘅好輕身嘅耳機啦。咁以上呢，就係今日我哋 Honor 帶俾大家嘅所有嘅全新嘅產品啦。咁多謝大家。Thank you， 多謝晒 Annie 帶嚟一個精彩又詳盡嘅分享。請你先休息一下。經過剛才嘅呢個環節之後啦，相信大家對於 Honor 600系列以及我哋嘅新產品都已經有相當嘅認識。嚟到今日發佈會當中，對於大家嚟講咧，應該係相當重要嘅一環。究竟 Honor 600系列香港官方售價係幾多呢？喺呢度我哋會再次將時間交俾 Lewis 為大家揭曉，掌聲。好多謝大家。好咁頭先都有啦，阿 Annie 就介紹咗我哋嘅600系列啦。咁我之前都會講過啦，我哋Honor 就係啦，將我哋嘅產品就每一年嘅新品都係㗎啦，將個功能啊各方面優化到最極限㗎啦。咁大家都會聽到啦。咁跟住落嚟，我哋都會講一講我哋個價錢啦。咁就唔好意思啊。好，咁就先講咗我哋頭先啦，有個即時傳譯 AI 功能嘅依個 earhub Keep 2 Pro 嘅價錢 ，OK， 咁就係5999嘅。咁呢個價錢就其實都係一個藍牙耳機啊，仲有 AI 功能嚟講，其實係非常之實惠、性價比好高嘅一個嘅藍牙耳機。咁但係呢個耳機我哋嗰個開售嘅時間咧，就會係5月中左右嘅。咁又有3個顏色俾大家揀啦。OK，咁就有綠色啊、黑色啊同埋金色會俾大家去選購嘅。好，咁跟住落嚟，我哋嘅主角啦，其中一個主角啦，咁就係我哋600 Lite 嘅系列。600 Lite 今次我哋嗰個嘅spec 咧，就會係24GB嘅 Turbo RAM 再加256 WOM 嘅。咁呢個嘅售價我哋會係大概幾多咧？OK， 2499嘅 ，OK 啊，咁我哋嘅預售時間都係啦，今日開始至到4月29號開始預售啦。咁正式開售嘅時間就4月30號嘅。咁我哋通常都係噶啦，預售又好，開售都好，我哋都會有啲禮品。今次我哋600 Lite 系列嘅就會係有一個由朝唱到晚嘅呢個卡拉 OK 嘅多功能嘅卡拉 OK 套裝 ，OK， 你喺屋企唱又得，喺攞出去戶外去玩嗰陣時唱又得，就價值係299蚊嘅 ，OK。好，跟住落嚟就係我哋嘅重頭戲，其中一個就係600系列嘅標配。咁我哋嘅spec 就係28RAM 嘅嗰個 Turbo RAM 加512 WOM 嘅 ，OK， 同埋我哋28GB 嘅 Turbo WOM 同埋256嘅價錢 ，OK， 咁呢兩個價錢會係幾多咧 ？OK， 咁就512嘅版本就係4699。OK， 而256嘅版本就4299嘅，咁一樣都係啦。預售嘅時間都係今日至到係29號啦，咁就4月30號就會開售，咁都會講講啦。價錢宣佈完之後，咁就會睇睇我哋嘅優惠係點啦。咁我哋今次優惠就會有 A、B plan 嘅，咁就俾啲用家去選擇嘅。
好，先睇睇個預售 A 先。預售 A 就好簡單嘅啫，就係以呢個256嘅價錢，即係4299嘅價錢就可以免費升級到512，另外再加我哋嘅磁吸手機套裝，咁大家都會睇過㗎啦。喺我哋今日都展示出嚟都幾精美㗎啦。另外一個超值嘅一個優惠嘅服務啦，第一個就係嗰個售後嘅優惠啦，最主要就係180天嘅置換不收啦，同埋2年嘅保養啦 ，OK， 同埋1年嘅2次貼膜嘅服務，依度已經值咗1200蚊㗎啦，加埋會係幾多錢呢？就係1899蚊嘅，咁即係大家會睇到咧，即係4000零蚊就可以攞到呢個6000蚊左右嘅嘢翻屋企 ，OK 啊？咁另外 B Pen 係啲乜嘢嘢呢？如果唔需要愛512咁多容量嘅話， OK， 我哋嚟睇睇。咁其實 B Pen 嘅話就我哋會再豐富啲嘅 ，OK， 就因為會俾到嘅產品再唔同嘅，我哋會先有一個 Watch 2i 嘅手錶嘅智能手錶啦，價值329蚊啦。咁另外就係我哋嘅 Choice 嘅 eBud X7 嘅 Lite 嘅耳機啦，價值269蚊啦。咁同時都有頭先我哋嘅磁吸嘅手機套裝嘅會換啦。咁而售後嗰個嘅服務都會係啦，頭先都會係啦，180天嘅置換不收啦，即係 OK。如果真係 touch wood 有問題嘅話，就唔係整機啦，就即刻換機啦。同埋2年嘅保養服務嘅啊，咁同埋1年2次嘅一個貼膜服務啦，呢度價值122蚊嘅。咁呢個都會係㗎啦，大概2000蚊到嘅一個嘅優惠啦。OK，咁就會喺我哋嘅預售期入邊就可以去得到一樣嘢啦。好，跟住就到我哋嘅重頭戲，就係我哋嘅輕旗艦機。頭先睇到啲 spec 都知㗎啦，其實都貼近旗艦㗎啦。佢嘅AI 啊，佢嘅尤其是攝力啦，佢嘅電量啊 ，OK， 咁其實都堪稱係一個旗艦機嘅 spec 嚟㗎啦。咁我哋嘅配置就係先講512啦，即係話28Turbo RAM 512嘅版本嘅價錢會係6899嘅 ，OK。咁而另外就係28 Turbo RAM 加256 ROM 嘅話，嗰個價錢就會係6399，咁同樣都會係啦。預售嘅期都會係今日去到呢個29號啦。我哋開售就係4月30號啦。咁預售一樣啦，我哋都係有 B Pen OK 俾大家去選擇個預售優惠嘅。咁 A 嘅都係啦，就係以呢個256嘅價錢6399就可以得到一部512嘅手機啦，攞翻屋企啦。咁另外就係磁吸嘅套裝啦，會一樣啦。售後嘅服務都會係有180日嘅置換不收，同埋呢個2年嘅保養嘅產品嘅保養嘅，同埋1年2次嘅貼膜服務嘅，價值1200蚊嘅總值。OK， 都係1999，即係 around 2000蚊嘅一個嘅優惠會俾到大家嘅啊。咁如果又係啦，A 嘅可能都唔需要咁嘅用量，咁 B 嘅 B Pen 會係點咧？又係啦，我哋都會係送一個 Honor Choice Watch 2 Epic 嘅一個嘅手錶。咁呢個手錶好得意嘅，咁其實你見佢黑白兩隻色，其實換購嗰陣時用嗰陣時咧係兩款都可以攞翻去嘅。咁因為最主要都係佢有個錶玉。OK 就可以換兩個不同款嘅錶帶，咁大家喺個 display 嗰度應該都會留意到，咁呢個都幾特別嘅一個智能手錶嚟嘅，咁佢價值係899，咁另外就係又係我哋嘅磁吸套裝啦，咁而我哋都係再加上我哋重磅嘅一個售後服務啦，180日置換不收啊，2年嘅保養同埋1年2次嘅貼膜服務啦，咁夾埋總值嘅話就係2300幾蚊嘅，咁呢個係講緊我哋今次出嚟嘅話，等於機價大概係30% 到嘅優惠可以俾到我哋嘅消費者嘅 ，OK。咁除咗話都會講咗啦，我哋嘅Pro版系列、標準版系列同埋我哋嘅 Lite 系列啦，頭先都會講咗我哋嘅 Molly 嘅系列啦，我哋重磅嘅 Molly 系列啦，我哋
Molly 嘅聯名系列嘅話，個 spec 都會嘅，同鋪一樣嘅，咁都係28嘅 Turbo RAM 同埋512嘅 ROM 啦。咁呢個嘅售價就係6999嘅，OK，咁呢個就冇預售噶啦，我哋就應該定咗喺5月29號啊，就開始喺指定嘅門店去發售嘅，OK，呢個真係限量版本嚟嘅，因為呢個真係 OK 啊。好，除咗話呢個產品啦，我哋今日都會啦，產品所有都會講晒介紹界而家咁頭先我哋會講過噶，安娜嘅服務 OK 嘅產品體驗又好，或者係個售後服務都好，佢哋我哋不斷都會去提升嘅。咁而家嚟講，我哋除咗旺角又係啦，朗豪坊呢一間嘅 service centre， 第一間嘅 service centre 之外，我哋喺5月份會有第二個嘅 service centre， 就會喺呢個荃灣嘅千色匯嘅 OK 啊，個地址就14樓嘅咁樣，咁就開業嘅時間就係話5月21日啊，咁我哋都係啦，星期一至日都會去提供個服務，咁呢個就注意啦。咁我哋開業咧會有啲優惠嘅，都有啲禮遇嘅，即係一啲額外嘅保修嘅優惠啦，免費嘅貼膜服務啦，咁同埋配件嘅一啲嘅優惠選購啦，同埋就係話即係嗰個服務體驗咗之後，覺得好開心喎，有咩嘢係好嘅，咁去一啲嘅Facebook IG share 翻呢個經驗咧，我哋都會有一個精美嘅禮品可以送到俾我哋嘅消費者嘅。咁所以都係咁講啦，我哋安娜嚟講，除咗帶好嘅產品俾到各個消費者之外嘅好嘅服務，都係一樣會帶上俾大家嘅。OK， 咁我今日嘅內容就係咁多啦，唔該晒。唔該晒 Louis， 我請 Louis 留步台上嘅，跟住我呢邊請，同時可以先 keep 一 keep 咪，唔該晒。好，跟住 Louis 麻煩我呢邊㗎。嗱，剛才呢個部分裏面啦，大家了解到有 Honor 600 Pro 啦、600同埋600 Lite 嘅價錢，相信各位都感受到絕對係物超所值，而且有 Molly 嘅限量聯名款，咁相信大家包括我自己在內啦，都好想擁有相關嘅日子同埋時間啦，相信大家都影晒相噶啦。跟住落嚟嘅呢個部分，我哋有 Louis 喺台上啦，因為都想邀請今日出席嘅嘉賓帶埋 Honor 600系列嚟到台上，我哋一齊影翻張大合照噶。現在我們有請榮耀東南亞地區總裁鄭俊傑先生，有請 George。歡迎 George 請上台。繼續，我們有請愛仕德集團副總裁、愛仕德國際事業群董事長樊範先生，有請樊總。跟住落嚟，我哋都歡迎以下嘅嘉賓，有請榮耀終端香港、澳門地區總經理鄧登基先生，有請 Noah。展鴻實業有限公司總經理張學斌先生，有請張總。亦都有剛才同大家見過面啦，我哋有展宏實業有限公司 GTM 經理陳玉環小姐，有請 Annie。歡迎晒。好，請大家咧往後一小步㗎，唔好往後一點。跟住咧，都請大家可以望向前面中間位置，正在舉手係我哋大會攝影師嘅鏡頭，在舉手的是我們大會攝影師的鏡頭，我們先來拍一個。好了，喺呢度我哋請攝影師啦，可以把握機會多影幾張相哈。我們先看前方，再舉起我們的上機的我們鏡頭，有大會攝影師的部分，還有中間的部分，我們其他媒體朋友繼續喺中間嘅位置啦。我哋其他嘅媒體朋友，大家可以繼續望向中間。好，睇睇有冇邊位需要多補幾張？如果大致 OK 嘅話，就先請各位嘉賓就座啦。OK， 好，唔該晒咁多位嘉賓，請回座。感謝我們各位來賓，請就座，謝謝。
完全感受到大家急不及待嚇，想快啲親身體驗我哋 Honor 600系列嘅現場，我哋都安排咗模特兒啦喺場內準備就緒，連同我哋今日嘅主角 Honor 600系列都可以讓各位傳媒朋友影相㗎。咁今日大家除咗喺我哋唔同嘅體驗區當中可以即場試用 Honor 600裡面嘅 AI 圖轉影片 2.0 功能之外，大家亦都可以立即體驗呢一個最強嘅 Honor 600 2億像素 AI 夜攝超清人像嘅攝影功能㗎。咁另外 Honor 都率先預告咗啦，新推出升級版嘅無線藍牙耳機，名為 Honor Earbuds Clip 2 Pro， 係大大提升咗超清嘅音質同埋電池嘅壽命。咁相關嘅詳情啦，大家都可以繼續留意我哋 Honor 香港官方 Facebook 同埋 Instagram 上面嘅公佈㗎。咁其實我自己啦，上年都有機會睇過，亦都用過我哋 Honor 嘅數字系列，係非常厲害嘅。所以今年有呢啲嘅突破，相信大家同我一樣啦，都好想快啲去體驗一下，尤其是 AI 圖轉影片 2.0 嘅呢一個功能。喺呢度僅代表 Honor 先多謝各位嘉賓同埋傳媒朋友今日出席我哋嘅 Honor 600系列發佈會，亦都祝各位有一個愉快嘅下晝。我哋下一次嘅發佈會再見。Thank you。